歡迎嚟到冥想時刻。接下來我哋會做一個關於扎根內在力量、面對未知嘅冥想。呢一刻，你可能經歷緊唔如意嘅事、艱苦嘅事。邀請你先放低呢啲嘅不安感覺、想法、情緒、批判。想象呢啲糾結嘅思緒離你越嚟越遠。我哋唔需要去改變、控制或者捨棄呢啲嘅想法，我哋只係需要安放佢哋喺一個遠遠察覺到，但唔能夠觸碰到你嘅距離。我哋安放好呢啲感受之後，就能夠騰出空間，一齊去發現我哋內在嘅強大力量，容讓呢股力量引領我哋行過挑戰。而家，讓我哋揾一個舒服嘅坐姿。慢慢合埋雙眼，深深咁樣吸一口氣，吸氣，呼氣。透過呼氣，將所有令你不安、恐懼嘅能量釋放。透過吸氣，更深咁同內在嘅平靜力量連結。呢股平靜、充滿愛嘅能量，一直都喺你嘅內心入面。吸氣，呼氣。而家，放低身體嘅所有繃緊，放鬆你嘅額頭，放鬆你嘅下巴，放鬆膊頭、胸口、腹部，放鬆你嘅臀部、大髀、雙腳，完全咁去放鬆，感受自己安穩咁被大地承托。吸氣，呼氣。放低任何嘅念頭，呢一刻你只係身體同埋呼吸嘅純粹觀察者，觀察住你嘅身體慢慢變得放鬆。留意住你嘅呼吸，係淺定係深呢？能唔能夠再吸入啲，吸深啲，讓更多嘅空氣流入身體呢？我哋讓每一個嘅呼吸，為每一個細胞帶嚟更新、療癒嘅力量。
呢一刻，你係安全嘅。吸氣，呼氣。喺生命入邊，我哋總會經歷挑戰，呢啲嘅挑戰讓我哋進化。無論呢啲嘅經歷幾咁艱難，你內在嘅力量一直都喺你入邊。呢股力量隨住你嘅呼吸，植根喺你嘅內心，佢一直都喺度。記住呢份力量一直都喺我哋嘅內在，好好咁感受佢，讓呢股能量流遍全身。接下來，我會讀一句嘅肯定語。當你發現自己俾雜念帶走嘅時候，可以回歸到呢句肯定語：我所需要嘅一切都喺我嘅內在。我所需要嘅一切都喺我嘅內在。我所需要嘅一切都喺我嘅內在。你可以選擇喺心裏面默念呢句肯定語，又或者喺呢段寧靜入邊，俾自己同呼吸、同身體連結。我所需要嘅一切都喺我嘅內在。我所需要嘅一切都喺我嘅內在。我所需要嘅一切都喺我嘅內在。讓我哋慢慢放低呢句肯定語，一齊深呼吸，慢慢將覺知帶返去身體同呼吸，觀察住內在嘅感覺，吸氣，呼氣。留意住自己呢一刻嘅感覺，單純咁樣去觀察，唔需要批判同埋理解，只係單純咁去感受同埋存在。記住，你係安全，你係充滿力量，你係充滿愛嘅。你可以繼續停留喺呢股平靜嘅力量入面，又或者你可以同我一齊
將覺知帶返去外在嘅環境，結束今次嘅練習。好多謝你陪我一齊呼吸，祝你有美好嘅一日。Namaste。